也是在地新闻，后来即摆天气湿冷，老大人的身体较会感觉无爽快，早起不时就困到袂记哩爱起床，结果是致使着3顿生活无正常，讲安尼真毋好哦，安尼会增加心脏病风险。另外，这个天气寒，袂爱叮当，袂爱啉茶，袂爱走便所，安尼嘛较会造成肉毒感染。若是严重者，甚至会引发着败血症。所以乡亲啊，这个天气愈寒，愈爱保持3顿生活正常。寒天时啊，揪伫被炕内困甲真落眠，但是老大人往往拢会困甲袂记起床。那原者强为什么说忘了起床？因为他活动力降低，或老人家本身他的体力比较虚弱，想要就躲在被窝里多睡一点，睡太多或睡太少，然后造成我们的心脏循环疾病的几率增加，这已经是被证实的。困多困少拢无好，食食嘛要注意。冬天时啊，老大人的胃拢较无好。气温给我们人体的压力，它会自动增加我们很多的胃酸分泌。那有的人会吃的比较咸，胃溃疡的机会就会非常的高。天气冷少叮当，自然胃口小，水分摄取少，袂爱走便所。但小心老人流液粘度增加，引发尿道感染。再加上细菌，就会特别容易引起泌尿道感染。当然，再更进一步，这些细菌感染就会引起全身性的败血症。冬天长者免疫能力差，就算体内感染发炎严重，嘛无一定会发烧。医师建议，若是出现着一直困、食食无正常、头晕，甚至老气寒，拢是警讯，一定要多注意老大人的身体变化，必要的时阵赶紧就医。